同款是伫咧台南即个风台呢，就连这咸水环内的影视基地一寡场景甲道区嘛，拢互损害去。其中这十角路的拍片现场是受损上介严重的。台南市文化局是表示讲，即马是犹阁需要时间来修复，目前当咧积极来处理，希望会当尽量避免影响到后手的工课。 那伫涂骹的叶皮啊，甲石头，互人无好通行，也那一寡树啊也拢倒去。代表真重要的拍片场景，咸水看来也是基地，伫风台大风雨过境了后，全区停电，门阁互强风扇倒，厝顶也掀开，园区内甚至阁有所在积水也未退，真歹预估损失。有建筑物的部分都是有损毁的，包括大门、窗户那些都有被强风吹破。有请专业的那种厂商进来，快点评估，帮我们快点修缮。 对，因为目前也是有一些剧组在接洽中。文化局评估过去开2亿打造的斯卡路片场灾情上严重，包含壁、场景顶建筑强要起了，场内剧组的道具也损断，因为后续有其他剧组要翕，台南市文化局紧急联络厂商，希望赶紧抢修复原。 有几个仓库，事实上它的屋瓦都被压坏了。希望是星期五的时候先园区进行开放，所以它大概会停3天。华来影视基地是台南咸水华来糖厂伫拍园大约25年了后转型。7年以来，台南市府投入超过8亿来活化。目前基地内底有4大主题场景。文化局表示，这个严重损断需要开时间修复，目前也已经启动紧急处理，希望尽量莫影响到剧组拍片的进度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